다리 네 아공지 인데 단 제고 세나다 람네 제고 엄마 차르차르바 네 람네 코남바게 베제바 세네 초시 라공 된다 덴버제바 정말 람네 야보지 톰로 엄마 톱차레스 这一次的行程，包括了开光的活动，这个大殿先前已经有比较正式的开光过了，然后这次也已经做了开光。等你，那대련자부지나，那古人不这个的对件切巴件，修格了吧？那。yang我采取对生活是选择的个人不这个，在送药的呢，大家给对钱采取开这个药的是。而今天的日子就像是经典所说的上弦初10日，莲师将会降临一样，是莲花生大师的殊胜节日。那古人不这修就的，那对卡瓦广建给那个。구름버지 차기열에 대는 구름버지 칠렌저부터 삼나타나 근데 백과 관전 좀 찍고 마임바 된 점벌링 근데 노지 되는 손지제 템바름버지 될라 되네 젠다 버지 게다 버지 다 세멘다부지게 다 이제다 된 자공 가리나 처마 되는 구름버지게 뚫시 대나 정바 들어와 점제 마이엠바 대나 로로 소소게 된 최게 시카와 코네 되네 단도 녀네 되네 담라 다와 뭐 된저긴 그런 버체데 가진 섬제 마셔바지레스 莲花真从藏地的角度来讲，莲花生大士是藏地非常有缘的本尊，而他的事业不仅仅是在藏地开展。可以说是对于整体的佛法都有极大的恩德。莲花生大师他将这些会对佛法弘扬造成障碍的违缘，这些包括了魔类、魔障、干扰、厉鬼等的非人鬼神加以调伏，而且不只是调伏了非人鬼神，还将他们相应的结下相关的佛法的缘分，令他们立下誓言守护佛法，所以他对整体藏地整体佛法的恩德都是极其浩瀚的。那大单的这些呢，他那古人不进去就没被转着去，那我让从古人不去了，说话没让当这个有的，但古人不去，但这样没被转着去，等我让从通过的话是，但这马日是。구름부지 코레게 샤제 노요레 데네 코레 데네 니마 따바르지 데네 쇼바 니젤라 콩게 페용게 요스네 송게 요레 데네 메레게 ngo레라 데네 구름부지 레레 주 콩요 송게 요레 是不是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莲花生大士，我们只能够向他做祈祷发愿，仅此而已，没办法再亲自见到莲花生大士呢？并非如此的，就像莲花生大师他所亲自承诺的，他会乘着日光，每日乘着日光而来，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一的莲花生大士。等你我让做了，代把每个，等你一切有送完也呢，等你个人不经我说，等你都在有有的。如果我们具足信心、虔诚恭敬以及信念的话，莲花生大士确实就在我们的面前。那代表每个以前没呢，我让是假些东西那样个人不只有嘛的。如果我们缺乏信心、虔诚恭敬心跟信念的话，那无论我们再怎么滔滔不绝的说，我们也是没办法见到莲师的。但等着眼的，等我让做，等搞的是个的，但个人不只了。상제 니바르와 상제 니방 그런 보지라 이체 기건 대비 거네 다 다른 거라서 되네 렌젠 대비 초공 동시 되네 그런 보지라 전부시 어떤 게 뒤전지레스
因为莲花生大士被称为第二佛，我们对于第二佛陀莲花生大士具足如此的信念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按照持名总集的莲花生大士的法门做修持，也对他进行供养。他等着演，等你打点这个对前对真正这不就了，都些等你俺让演了，但那你知道的，别搞不清楚，但这个搞的是那。等那做拉工点的点把的钱地弄呢，等那各种土点用的结巴比例要不人都是这样的，等那对了，等那可能让你出咱们这个老外那人给等那他的让你对起，超个等些出手让你去，等这个不就给搞完人生事。在这样子的殊胜节日当中，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来到此处，我个人也感到非常的欢喜。因为这一座佛殿，它的内外建设，包括了佛经、佛像、佛塔的3所依，都制作的非常的标准，连同它的装藏都做得非常的尽善尽美。先前也做了开光，现在他们希望我能够再次做一次开光。圣住的法会，所以今天用一个比较简略的方式做了开光，并且做了清净沐浴的供养等的修法。但我们做的呢，那个点上忙不来的，那光全部来的，那各种土地越把咱们这个，但我们做这个要嘛的是。光是有硬体建设，包括比方说佛寺里、佛堂里面的这些佛经、佛像、佛塔，这是不足的。对，现在，等你我们做这个年度，上届的上周三吧，给做了康体年度，等你我们做给，等你三诺的number 大吧，就当个个要的是。在有着这样子的佛经、佛像、佛塔的佛堂当中，在佛陀跟菩萨们的跟前，我们应当要试着发起亲近的思想。等你三诺 number 大把是就对了，等你我们做老给弄了，那么多没吧，老小的那吧，sem zambo sem jambo sem gamo， 等这就拖呢，小啊这个呢，等你。老公弄了，他抽些呢，但感觉什么跟多多，等你讲他们的，他讲他们的，其他不会就是那些了吧？对的，讲他们的两个月的是。因为今天要给予菩萨戒，所以待会我们也应当要以所谓亲近正确的思想来接受菩萨戒。所谓亲近正确的思想，指的就是我们的想法要尽可能的不带负面的杂念，能够宁静，能够贤善，能够柔和，并且能够欢喜，在这种欢喜而宁静的状态之中，来到寺院，来到佛堂集会，在佛经、佛像、佛塔的3所依跟前领受菩萨戒，这是我们待会要做的。对的呢，但根据什么节，对的，呢我们做的呢，都些，呢搞什么的，但三诺个，但三就我们做真就搞的是呢，但呢对着南国的上节的上周三把他们就6月3把节，各种土地基本嘛样吧，但老些他三些个，是吧？三些的家全部就三诺当土个的。当我们来到了三宝的跟前，坐在这儿的时候，待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应当是什么呢？我们不应当只想着我是在佛经、佛像、佛塔的面前，而是应当想着，我真的来到了佛菩萨的跟前。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量要能够尽可能的广大。我的，这几部人这个嘛，我让做太过全部是呢。我们说太过全部人这个样子，对人的三些上节的上周三把，他们这人都6月把300咱们这个样嘛的，对你们都看上考啊，那了那边个，那三节，那东啊
民队讲第搞的是个的就每个就帮嘛些，那现在那现在的拿来星期六呢，多少把个甚至电脑，那充嘛个车都，在电脑充嘛个车都那个跟了 number 打吧这个呢，那上就个三档的两个上班这不是上那的狗有的。不仅是如此，因为我们所学习的是大乘的佛教，所以不是只有在思想上认为我已经在诸佛菩萨的跟前而已，要更加进一步的思维。所有的众生处在三界当中，大家都不希望痛苦，但是却不晓得痛苦的因是十不善业等的恶业，他们不晓得该怎么样断除不善之因，所以他们的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就背道而驰了。所以为了这样子他们背道而驰，心里所想跟所行所为都背道而驰，因此总是不能够如愿以偿的这些众生，我应当要怀着清净的动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接受菩萨戒，应该要这么样去思维。对的，那同嘛的，那搞的是个的上就三档，那嘛觉得，那差什么，哪路去？首先请大家跟着念诵3遍菩萨戒的戒文。对的，第9年，那香州，同嘛的香州的，同年。你讲真着吧，那上去超多，那什么些吧，得当吧出虚吧，但那远都念都远都有的是。在这当中，因为它也包含了皈依文，所以它是结合了皈依三宝跟发菩提心在一起的受戒文。受戒呢就比上戒中的他们戒的。萨吉拉尼比上就三巴坚波南当拉玛多杰真巴坚波南达拉公苏索上秋念波切吉巴尔，跟着念诵。上节南拉下次去，却当上就三巴一，错浪得进下次去。上秋念波切吉巴尔，上节南拉下次去，却当上就三巴一，错浪得进下次去。对人的关照松生，他关照什么的，马上做下各个的农把上节把一年上的，那上节关照却关照，现在关照什么有的，那上节了马上做个。那短板这个有的，咱们短板是别个短板3个月，大概给比些年这不，那给全部大不，我等着不去上节中间的了，等着不去上到当些个月的，但是上节给送下比缺的，我让做他把上节就搞光，他把是别个咱们这不去上到当些个月的什么，对，那我让做咱们这把些把了上节就搞光上不去给咱们这边写吧了，那我让做周也够个有了吧？对，那现在对，那我让做周给做的，那罗巴给做的人。在这当中提到了皈依佛法僧三宝，成为了内道佛教徒之后，我们自然是皈依于佛宝、皈依于法宝、皈依于僧宝的。其中，我们所皈依的佛宝，应当被视为导师。也就是为我们开导、示导这条道路，为我们指引这条道路的善知识，或者是重要的师长，我们应该这样子看待佛陀。而如此的导师，佛陀所宣说的内容就是法，这是能够令我们获得解脱的果的方便，也就是道路，这是我们应该看待法的角度。而在我们想要透过法的这条道路前进，通向佛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伴侣，这个伴侣就是僧，所以我们也附带的皈依僧。
다 대인데 근데 잡선 줘야 돼. 대진자고 니마지기 잡선 줘와다. 나한테 잡선 줘와다. 로지기 잡선 줘와다. 근데 말해서 말한서 성제제 고바람 버체때 마토지 발때나 근데 잡선 줘 거기 요래 皈依的期限并不是说我今天皈依三宝，我这一个月皈依三宝，或者是一年当中皈依三宝，不是的，而是一直要到证得佛果为止，都是我们皈依的期限。上九年波七七八人，跟着念。双节那么了下手去，确当上九三八一，错了我得进下手去。其他人们节得些节，上就兔年些巴当，上就身边拉巴了，得到人些那巴得儿，但我让做给等呢，该说其他人们节得些上就兔年些巴当，这当上就给三人不节的，但我当俺这不节给上就三有二十那当我让做有个节的。이나 양 나게 상주 샘름 보체 때또 여르서나 나게 또 요 말에 배 상주 샘름 보체 띵사고 자창고 된데 대인데 나랑 저기 다리 dom바데 랜도기 여르때 이나 양 상주 샘바 차요 여르서나 나랑 저 차요 말에 다른 모든 못티시 된 로고기 여르 대인데 된 자와 세다 제바 고만 남게 상주기 샘 투시에네 혼남바게 되네 심정견 로데 간데 농여 바드네 나랑 저 로지 좀센라 따네 데라 이체 조시 대단 다와 제 나랑 저 세기 삼반다 보지 거네 되네 장담들 랭고기여레스 刚刚在念诵的词句当中，首先有两句是如习诸善事，先发菩提心。我们现在在心中是否已经具备了与过去诸佛他们所发的相同的菩提心呢？是的，我们发起了相同的菩提心，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菩提心的程度呢？我们尚未达到像诸佛菩萨那样子的深邃又广大、博大精深的菩提心的境界。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是菩提心的戒律，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为标准的菩萨，所以还需要循序渐进的逐步去修持。修持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是要效法过去的先辈诸佛菩萨，他们如何饶益有情众生的道理，从他们的事迹，从相关的道理当中去升起信念，在具足信念的前提之下，领受菩提心戒。得见着了判断度，上就三年学习心。得见多年拉巴郎，人把人多拉巴的节，其他人问节得些节，上就多年学巴当，上就身边拉巴了，得到人些内巴达人，得见着了判断度，上就三年学习心，得见多年拉巴郎。人把人都拉巴了节，但这个我让做个三代上就给他当把学个差你把的，如果有的啥什么的那他妈的那了，那这样做个住他住了些个人吧，我让做他开上就三当的他的，但跟着什么简单的，那个上就上当的联谊上的套上上班这个这个图些三些的些个有的。那是。刚刚是第二次的复诵戒本，接下来要复诵第三次的戒本。当念完第三次的时候，在诸位的心相续当中，那我们必须说它叫做相续，指的就是我们的心，因为这个是我们升起菩提心的戒律的所依。而我们念诵在到了第三次圆满的时候，与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升起了菩提心的戒律，就因为我们必须要在佛经、佛像、佛塔这三所依跟前发起菩提心，而按照这个方法，到了第三次时就升起了菩提心。其他人问节得些节，上就突年学巴当，
上觉三别拉巴了，得到人些内巴达尔，得见着了片段都，上觉三年谢节心，得见多年拉巴郎，人把人多拉巴的节。他这个的呢，上就三当的学呢，他头上两把的这两把都写差的。如此就已经得戒，应当思维我已经获得了菩提心戒。他这个第一阶段那是。接下来，请跟着附诵戒文。对大善这部有，米十八来巴头。敌人上界人手些，上界谁说大角多？他敌人的中的，等你俺做给绝了，上角给什么人不记得？等你的什么些呢？的三呢？的套上套有的是。由于我们去思维，我将发起菩提心，所以从今天起，我们的心中就发起了珍贵的菩提心，或者说，我就已经获得了珍贵的菩提心。对的，我让做给等你当着就没有人不接，等下套，等套把咱们这个马英吧，他大人那种的，我让做给当着就没有人不接了。那上就给三的年松上班就不接，但得来的有人。所以我们应当要晓得，我们这一生不只是获得了珍贵的具足闲暇跟圆满的人生，不只是获得而已，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进一步的发起珍贵的菩提心，也就是在闲暇圆满的人生宝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获得了菩提心。他对人的，那上就去三，但我让说。但是他娘把他娘的写有了吧？但那种的，但那我让做，但那上节给结束，但那若有的是，但那上节给人是写有的是。由于我们已经获得了菩提心戒，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算是追随佛陀，并且成为佛陀家族的一员。这当让不了那人他们的忙不有的是。家里的长子人的，等那多了把个人什么的，等这忙不有的，等俺让做大人上呢，上节个人，等上节个家在上就上班着不知道，给上了当有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有很多的阶级或者是种族民族，比方说有汉族，然后如按照种姓制度的话，有所谓的婆罗门的种姓，或者是贱种的种姓，这有各式各样的。而我们现在所属的种姓或者是家族是佛菩萨的家族，这是我们所需要认知的。对的，上就什么就那给几个，考虑在了当边娘他nam，这些nam就这些就下去，几天拉米就被少家人就是说呢，我那这没就嘛就那样个上就给什么个当把的来家吧呀那，个等呢看上考完的了，东哈了，多的没他现在。참고 봤어요. 그래가 대남게 나랑 저거 다운데 대리 거기 다 대리 상조게 담발렌서 땡건조 섬긴데 상조게 담발렌서 세네 건조게 다야 통거여래 대 통화를 때네 가르쳐 그래 아니 가쇼 게라 최종 수마 탐지 때네 가와 현적이여래 正如同经典当中所讲的，在当我们刹那之间发起菩提心时，此心就已经超越世间的一切心量，所以是人天大众所应恭敬的。哪怕我们的身份只是一个漂泊流转在三界当中的凡庸之人，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佛法僧三宝的象征的跟前，我们领受了珍宝的菩提心，所以会令诸天欢喜。这包括了这些拥戴善法的天神、护法神们、守护神们都会感到欢喜的。大呢，大给今年讲，跟你念说。日当准备来咱们的，学们准备认得了，
요바 민주를 대따르샤 당어랑 저기 담장다고 세거라바다 캘린더고지 다 지다 상주 다 삼동게 자 가르서가 다 그런 합자 세거레데 자동다 접전다고 된다지 예도게 다름들 파체나 망보여레스 어떤데인데 되나 탐증의 상주 샘데 용다바지 냠서 레네 되네 샘자라 펜토메지 시기 상반다바지 대 삼시 디 토네 다른 zon데 가서 자세 상주 삼백의 리스시네 대 되네 쉬메바 뇨과메바지 된 조기인 삼바지 거레스 刚刚念诵的词句，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发誓或者是承诺，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菩提心戒，就有相关应当要受持的学处，就是应当要去修学的内容。比方说，以菩萨戒来讲，有所谓的18根本舵为主的许多的戒条跟学处。那我在这边不去赘述它的内容，不过我们主要承诺发誓的是，我将要尽可能的正确去实践这些菩萨戒的内容，正确的去饶益其他有情众生。从今天起，我已经成为了菩萨家族的一份子，我应当尽量避免一切的过失，尽量避免一切的染污。龙尾晓得了蓬勃了，永远像这蓬勃了。其他人间也把得，对见机器大点呢，上九3年打了些，打给对人说吧，他们这些香港人啊，这些你打呢，把都得了，人都不生气，拉到他们拉说搞完去。他这样的上九个3栋，大概是个等着过去，但工作是很多，但俺做个，那需要的是。如此，我们就在三宝的所依，也就是它的象征，佛经、佛像、佛塔的跟前，领受了菩萨戒。这样的，等那个学吧，念来。等假设上就300个，但学把这个的话念来，他们把但就把这个3项蒙不要的，等着就给嘛的，等那人把现在，那搞来，那念来的做个个要的。如此一来，我们往后在行为方面，在具体实践方面，当然要有，要去效法广大的佛子菩萨的行为，这当中包括了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些内容是非常浩瀚的，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全部都加以掌握，但是我们还是要一步接一步的逐渐去修学它。那个对呢，我让这个3的老那么多忙不着过去，现在那真就忙不着过去，等这个了，等呢。那通着过去，没在那个了，多少万那上九个3的你个嘛的。如果我们总是在一种好像内心思绪纷纷，然后非常的鲁莽的情况之下度日的话，我们的心智会像是非常愚钝的情况当中就度过了一生。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菩提心戒的。真正我让做当的kamsong kovan的了，有的。这的kamsong kova的东阿吉容易的，这东阿吉容易的，我让做个的，sem那里呀，这些的那我让做远的呢，那上就个sem的，那远那样，那偏头个嘛的。那我们应当要晓得，我们现在正处在三界当中，在轮回当中，轮回的本性就是痛苦的，我们应当去思维这些道理。如果说仅仅只是发起了菩提心，但是却没有去思维这相关的道理的话，它不会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样的上就3班，你可得往这个唱这个日子。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已经睡着的菩萨一样。等着马英把我让做工作，但每个旅店7、8千你差的，每旅店的了旅，要现咱们就马英把我让做农给3的了，日把当嘛，先把3了吧。这样把牛肉包，
等这些月日是，特别是当个日子。我们现在有殊胜的人的生命的条件，我们并不是像刚刚所说的浑浑噩噩的，或者说内心非常愚钝的这种人。我们当然现在不是在去讲人的优劣，而是说我们具有一些特殊的特质，比方说我们的神智是清明的，我们有非常敏捷的头脑，然后我们可以想的我们的思绪可以想得非常的快速，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加以利用的长处。全部我让做马些那样，真的三八总部咱们这那这个有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它想得太广的话，至少要晓得说要有一颗良善的心，这也是足够的。等这人的就让做对准的，原来说帮大把的这个，但是讲他们的但关注什么着不去多呢？等这连那样么有的，但是当那说帮俺呀老呢，等这你嘛的小王的，你嘛考啊小啥的那了，你甚至。我让个牛把的特别高，那眼生见了，那偏大个眼，眼生见了300总不肉眼300多块钱，等着这个咱们这个，那点关注什么程度都看了这个的，生现在学生玩意呢，很多也会有的。那现在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应当要常常的自受菩萨戒，比方说早上起来就。看到太阳光的时候，就想到凡是太阳所照射到的地方，这个范围之内，我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饶益有情众生。我应该要发起这样子的思想，如此承诺跟发菩提心的话，是非常有帮助、非常有意义的事。真的，他的那我本来也会弄着戒。在受戒之后，最后请大家好好的做回向跟发愿。上求生求人不切，马些把那些就急，些把娘把没把伊，讲呢讲到陪我的时候，讲把把月就到讲把当，讲到中国等下地现的，得到根据接受大套的，那讲把月就到讲把，讲到中国等下，等到个接受了，你接受更多啊。